相信普莱菲事件簿这个故事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，那就是事实往往不是我们眼所见的，甚至有可能你才是凶手。事情并非如此，难不客观。是你，普莱菲。无论 Horse 它基本上全然可以展现出那种普莱菲亦正亦邪的那种风格。普莱菲嘛，他基本上是个邪恶的英雄，就如同大多数的侦探故事一样，有他在的地方就有死亡以及惨剧。莫拉提教授是个聪明绝顶的反派角色，不过这个角色对聪明绝顶的我来演起来是比较没有挑战性的，是很容易可以胜任的。他在故事当中是一个永远是普莱菲的对手的一个人。那尽管他没有犯案，他仍然必须要想个办法去承认自己是罪犯。那Rian Johnson 他饰演这个角色呢，我个人认为是非常的适合，他完全不需要饰演，他全然就是那种愚昧的感觉。在大多数侦探故事中，警官往往不是破案的关键角色，但在这个故事里，兰伯特却是这整个故事的灵魂人物。岂有此理！原来如此。兰伯特在故事中，他是一个非常愚蠢、智障、丁丁的一个角色。当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剧本的时候啊，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李干龙。兰伯特这个角色对我而言非常具有挑战性。他真的是个人才。不看你一定会后悔。你一定要来看。这部电影绝对值回票价。请上网搜寻普莱菲，Yahoo！